华视在地新闻继续要来讲，这款的行为实在是不可取。新北市板桥一间冰店的头家讲，因拄到一个奥客，这个女性的人客点一份150块的土豆雪花冰，竟然偷偷放糖入去，结果旁来甲头家讲，冰内底有糖，要求要退钱。头家是事后愈想愈唔对，调这个监视器出来看，才发现是人客家己甲糖放入去的。律师讲，这款的行为已经触犯到诈欺得利罪。新北市查某囡仔饼食到一半，向为皮包仔内底揢一张卫生纸，捏物件放入碗内底，佮用汤匙垫地咧，所以个规碗饼旁咧去含店员来理论。因为我们会想，我们是不是店里有疏失，然后冰品如果爆下来的话，这中间是不间断的爆，所以根本不会有虫进入。如果就算假设万一有虫进入的话，那这虫不会是完整的，所以我才觉得起疑心，去看一下监视器。这件代志就伫咧20号下晡3点多，新北市板桥这间冰店内底卖各种水果口味的冰。头家出面控诉，当初时人客点一碗150块的土豆冰，家己放糖了后，才个大声话讲内底有糖，足太高。头家问讲是要退钱，也是要换一碗冰，小姐就马上爱店家来退钱。因为这2、3年来疫情这样子，大家生意都不好做，不要去贪小便宜去想要吃这种霸王餐。你今天没钱，我可以提供给你吃1碗没关系，但是不要做这种行为。是一个施用诈术的行为，来使店家交付退款，会构成刑法上的诈欺罪，要处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、拘役或并科50万元以下的罚金。头家敢若希望当事人会当真心来悔失哩，毕竟这种行为已经犯罪，嘛提醒民众千万唔通小贪嫩给人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